多谢主要白沙屯妈祖呢继续回銮上吧。今年路线有淡薄仔特别，继续往正平偏过往斗内方向行。迄若经过哪来有可能就往中华二水过去？那呢白沙屯妈祖的銮桥有可能会去到南投的民间，因为白沙屯妈祖唔捌入去过这个南投县，所以讲有南投县的乡亲呢，即个信众透早就驶火车到民间甲二水之间这个交界所在，拜香案点心站要迎接妈祖。 白沙屯妈祖的銮桥一路向北，中昼的时到云林的斗六市区，周围拢是信众人潮甚不少。今年妈祖回銮无行海线向正平越，若是銮桥向赤东的方向行，就会甲英过同款，前往西螺才进入彰化。不过今年的路线阁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妈祖的銮桥继续向斗六行，会经过哪来，真有可能会经过彰化的丽水，然后才行入南投的民间。 速度若是紧，真有可能今仔日晚暗，也是明仔载早晡就会到位。云林县的一个交界点，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交界点的时候，用诚心来迎请白沙屯妈祖，看能不能驾往我们南投方向，来给我们南投的乡亲百姓赐福。为南投民间来的信众专工驶客车到彰化丽水交接的所在拜登岛，顶悬有香案、花、果子、有茶米，就是为着要祈求妈祖的銮桥进入南投关。 因为白沙屯妈祖过去拢无进入南投关的记录，这届回銮的路线向正平，互真侪南投的信众拢真期待。希望今年会当有新的记录，白沙屯妈祖的銮桥进入南投关来祝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